你是否也有试过有这样子的感觉？你设定了一个目标，一个很大的梦想，但是它没有在你预期的时间内产生，开始就会感觉非常的焦虑、怀疑，甚至觉得自己是不是不够好。我曾经听过一个这样子的故事，大象的孕期呢为2年，因为它体内呢孕育的不是一个普通的生命，而是一个非常庞大跟强壮的存在。所以当你有这样子的感觉，你设定了一个目标，计划了一个梦想，但是感觉它没有在预期内产生的话呢，当你开始焦虑的时候，你要记得你的梦想呢也像在大象肚子里面孕育的孩子一样。当我们在看到别人已经成功了，升职加薪了，已经生孩子了，已经买梦想房子了的时候，你要替他们感到高兴，因为你要记住，你现在期待的它并不是一件普通的事情，而是一个更大更伟大的一个计划。所以不要急，慢慢来。宇宙呢，它正在为你准备着一个比你想象更大、更不可思议的显化，所以坚持下去，然后呢，勇敢的追梦吧。